因为有长来叫做清净诶，咱坐伫遮休息，咱就甲咱诶心一业全部收转来灵官遮，轻松舒服。哦，这是一种感悟哦，时时回光返照，重新报仇，把咱诶即个意念哦修好清楚，修好掉诶意思就对啦吼。嗱，所以这是第一步，有一寡基本功。基本功夫、基本的功夫绝对爱练。不管各位在座的各位前辈，你有认同修道无？不管你有认同无，我头先讲的，拢是必要的，拢是必要的。你做算无伫咱一贯就会得着。这感官拢爱做，我教我无考虑这哦，这叫做基本功啊，我讲的基本功啊，所以爱做。这做啊，这个人是生生世世都爱做，生生世世你绝对拢爱做。哦，咱所以我讲是讲，你若无基本功、基本的功夫做了无够，人讲你离迄福德足遥远的，你做袂到。无基础，咱有进阶。我咧电脑班咧开班，拢是初阶、进阶、高阶。你若初级的，你做了功夫就无够。高级的进阶班你读袂到啦，你若读袂到，来所以这是咱分享讲，咱基本功夫该安怎做。过来第二点，咱回到第一个二手的功夫啊。修到了每一年，你要改变家己啊。我讲的第一就是种改变的方法，毋过最原始为什么我讲做一个尴尬的人？什么叫做自己喜欢的人？下骹迄两句啊，下骹迄两句。各位前辈，你对家己无满意，你着看啥物代志，互你无满意啊？啥物代志互你无满意？你家己身躯顶有啥物毛病？绝对会伫别人身躯顶看到。你若看到别人有一块毛病，代表你心内有一个荆棘。你的心里面，就是因为过去世你嘛有种这个荆棘。你也著甲去掉哦，所以你先看到别人，你会伤气哦。所以我头仔较会讲啊，因为我咱无有时候咱袂遵守交通规则啊，所以我看到人无守交通规则，我会伤气。当然有一天，我对心内底到外口，我完全照交通规则来行的话。我看到别人绝对袂错，伊违规就违规，迄个代志啊。咱写无好就叫人叫弄着，你讲闯红灯要咱叫弄着，所以这是一种弊端哦。足侪人拢看外口啦，其实伊无注意到，其实迄个物件印伫你的心内底啦。外口歹的物件，你无法度接受，代表你内底有物件啦，心中有物啊。所以，佛法为啥会讲咱修得了？咱咧修，咱就修一个家己喜欢。佛法讨厌别人违反交通规则啊，咱改变家己啊，我就守交通规则。你讨厌有人总爱讲别人伊那话，你对正开始，你就完全含一句拢莫讲，完全拢莫讲别人伊那话。你讨厌有人完全毋知你卖啥有白咩？拖爱有白咩？咱台语叫做拖爱有白咩？咱咧袂使拖爱有白咩？你着袂当控制家己意志，你着袂当拖爱有白咩？甲咱提起安尼一件事，所以慢慢咱就会变做一个安怎？我还蛮喜欢我自己的，所以这是技术功夫啦。所以咱比较开始过来，怎么孝顺法贤？我头先讲咱的当中，我们要学一个榜样，所以要孝顺法贤。所以修行咱有地位，不是用咱的私心嘛。我去得到一个会当后学看过很多前贤来道场来得到，我去请问这里，大家咧听讲道理。等我开始讲书了，我人就无样，人就不见了，离开道场。各位，不管你是啥物理，离开道场，唯一会当证明一件代志，你修道的力量对，你修到里面去。
你受到的力量有问题，你较会离开得着，无够坚定，配合无够，还是你根本你讲你无法度接受当内底的人事事规，安尼嘛代表你是一个事规的人。你若心内无事规，不同的事规你无反应，你会没有反应，这是真甘苦哦，这是真正的。所以互学安尼详细体会，20几年来互我体会，你会离开得着的人，心中拢有问题，因为理念拢有问题。所以互我甲讲，修道咱爱有啥物？要有智慧啊！找无好的形容词，我都咱讲智慧啊。博圣先恩，皆是修成有成，就在任何事。所以咱讲的佛啊，讲是啥物仙啊，啥物真人啊，啥物，迄拢是因为伊修行伊有成就啊。就咱讲的耶稣，耶稣来回魂是毋拢讲耶稣真人，是真嘛，是真嘛，拢是有。因修行的啥物啊，功夫伫内底，人拢受到一方法，每下有成就这个位，所以咱要甲学习嘛。哦，那咱学习现前有两个环节，有两个部分，各一个咱来学。第一叫做学习，第二叫做啥物啊？咱来看，学习了后，学习就是上好伊，咱今日共同来研究这个题目。互我分享咱的心得，互咱听，是希望安怎过一个参考互我的心得啦。互我讲过啊，互我敢有做到好诶？无啊，我嘛搁咧修啊。所以有了分享互过一个，互我家己甲我咧反省。有啊，互我讲一遍，反省一遍啊。咱知影今日讲啊，昨搁学习一遍，搁反省一遍啊。我不是嘛爱反省。这题目吼，毋是讲互咱听俩，互我家己拢会反省。因为咱修行本来就安尼啊。你咧练煮菜，像我讲要练炒饭，炒到别人爱食，我敢是炒一件就人就爱食，无可能，我可能爱炒半当炒一当面饭，逐项炒到迄个梅膏，我拢变着，人较安怎人较会讲，你有功夫，啊无哪有可能啊？修行嘛是安尼啊，咱咧学道理嘛是安尼啊。所以你学习吼，学着的是知识啊。咱爱读内化，内化最简单咧，最简单咧。第一，咱是了解嘛；第二，咱爱体悟内底深深的意思。我今日拢甲咱特别甲讲出来。第三，咱甲反照，听着道理，反照家己，反照家己。公司这讲咱道理，我安尼看看哦，公司讲咱这毋对哦，我敢有做？反照，你咧讲咱，我嘛咧想啊，我安尼讲互恁听吼，有时阵讲甲拢心虚咧。啊，毋过我讲过，咱即人所在无讲袂使啦，无讲我就爱受上天的限制啦吼，所以袂使吼，一定爱讲。一面讲，一面安怎回光返照，啊，过一个即叫做忏悔啦，一个修行啦，一个修行啦，毋知影通忏悔。你无可能进步，我是讲真诶哦，我毋敢凊彩讲哦，我讲过，大家顶哦，我毋敢有讲。一个修行人，一个修行人，绝对会反省。咱真正修道诶人，甲外口诶人差伫倒位？修道人上够反省，有诶人挂名修道，敢有咧反省家己？无，安尼迄个叫啥？修表面啊，咱会使讲修，我找个形容词，修表面啊，咱修了无修啊？你修了即个人，绝对会反省家己啊！反省家己了后，我哪会做唔到？上互我鼓励咱过一个爱勇了完啊！我嘛咧想诶，我敢若嘛无做啥物人，我爱做就爱做，爱来修法，啥物物件伊讲了完做唔到，我嘛爱做。所以咱有一无功夫，或者是爱学，叫做死心忏悔。你真的要好好老实的面对自己，唔通欺骗家己。你唔免甲别人讲要紧，你唔免甲我讲要紧，你唔免甲边仔前面讲要紧，你拢无甲别人讲你心内做啥物代志，你做毋对啥物代志，拢要紧。啊，毋过你心内爱安怎？忏悔啊！
忏悔是知影过错，甲上天悔过，然后改变。所以有3层哦。我甲家己有即个所在，然后爱甲上天安怎表表，我就有对了。上天原谅我，请老母娘原谅我，请师尊师母，请祖师原谅我，爱忏悔。忏悔了诶，毋是要代志安尼，爱改过。所以有3个阶段。我甲咱啥物所在有对，甲上天讲我是有对，诚心改过，然后改过，咱叫做落实的。所以咱有2步讲，我真诶，咱爱多仔利用。那好办吼，伫咱20几载诶经验吼，互我分享互6点。第一过程诶，你爱来学习，你爱学习，道理爱听。有人讲咱讲书讲咱拢讲道理，啥物叫道理啊？道理就是啥？大道普传的原因是啥？大道普传的原因是啥？啥物叫做信心？啥物叫做理天、气天、上天？这里一般我唔会讲，对咱一般就开始讲，规个甲实践起来，这个叫道理啊。上天有啥物讲到？修道的好处是啥物？这叫做道理啊。天命民殊的事情，这叫做道理。爱知无？你无知，你若无了解这个道理哦，你会甲咱的有道好的道理当做外口咧听心灵讲座。外口做做心灵讲座，对，它不是心灵讲座。我们这个不是心灵讲座，你们做的心灵讲座，咱讲的物件，拢是真心会当改变咱个理，会当互咱小心了事的道理。毋通看天分来底，所以咱的心态爱对，咱的力量方法爱对，所以道理啊好，道理啊好，教是人所立的啦，信主办的啦，所以当初创造的人拢主讲信。